小子，你别乱来，会死人的！怎么没声音呢？你没开保险啊？原来是这样，我还以为是坏了呢。还有，枪口不能对着。徒手接子弹！不好意思啊，让我弄坏了，我没用过这玩意儿，还是你们来吧。什么？让我去干外卖员？外卖员好啊，我现在就去办入职。我突然想起来，我的签证要到期了，得赶紧回国。我家里还做着饭呢。告辞！你们别走啊，我没打中靶子，你们随便开一枪都能赢。兄弟，你就别谦虚了，我今天算见识到了什么叫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这回我甘拜下风，他说的没错，这个职位非你莫属。就是你了。要不你再考虑考虑，我连枪都不会用。不需要，我们要找的就是你这种高手。完了，这下彻底解释不清了。我真只是想低调混个日子。二小姐，我找到合适的人选了。向先生，二小姐要见你，她会和您聊具体的待遇问题。行吧。姐，你怎么这么晚才来？脸色也不太好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难道是韩东旭那个王八蛋对收购的事儿还没死心？没事，就是昨晚没睡好。对了，小童，你最近出门要小心点，我怕韩东旭为了收购蒋氏用些下作手段。我可是跆拳道黑带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但是你确实要小心些，我特意帮你招了一个保镖，一会儿就过来，应该是个高手。高手，让他走吧。真正有实力的高手是不会来应聘保镖的。去哪儿才能找到真正的高手？进来吧。大小姐、二小姐，其他的面试者没完成测试就离开了，这位向先生就是最后的人选。没有肌肉，反应也不行，看来就是个运气好的普通人。算了，你走吧，我们不需要保镖了。告辞。等一下，真的是你？怎么是他？姐，你不是说不用保镖了吗？怎么又让他留下了？要是让彤彤知道之前的事，肯定会担心的。其实我认识向先生，他帮过我。原来是关系户呀，那就留下吧，不过是多开一份工资。就是这人，怎么看着这么不靠谱呢？那我走。别走，只要向先生愿意留下，开什么条件都可以。真的什么条件都可以？你还敢有要求？彤彤，不许无礼。向先生，你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我一定会尽量满足。我只做3个月，期间只要你们对我有一点不好，我就走。你还真当自己是大爷啊！我同意，向先生，我和妹妹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姐姐，彤彤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了。向先生，晚上我要参加韩家举办的晚宴，还要麻烦你跟我一起。姐，我也跟你一起去，别小瞧我，我可是跆拳道黑带。韩东旭那个坏种要是敢搞什么小动作，我就一拳把他打爆。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就他这样的我能打3个。你要是不带我就自己去。跆拳道黑带是什么境界？这么强吗？好吧，去了不准胡闹。我保证不胡闹。蒋山昨天被人绑架了，看来蒋家即将研发成功的龙芯电池让不少人都按耐不住了，我得尽快下手。韩总，这次晚宴蒋山和他妹妹蒋彤都会来。今晚给我订个床大点的套房，我不光要龙芯电池，蒋家那对姐妹花我也要。备车去蒋氏集团。是。等等，你不去换衣服还跟着我们干嘛？难道你要穿着这身衣服去参加晚宴？不行吗？当然不行了，先不说丢人的问题，你穿成这样连门都进不去。我记得家里有套新西装，向先生穿应该正合适。宴会马上就要开始了，来不及了呀！韩总，什么风把您吹来了？珊珊、彤彤，我是来接你们去参加晚宴，顺便谈谈有关龙芯电池的合作。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，我告诉你，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把龙芯电池卖给你。韩总，我妹妹年纪小，你不要跟她一般见识。没关系，珊珊，我们联姻的事情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以你我2家的势力，如果是联合起来，定能更好的发挥龙芯电池的商业价值。狗男人这是想白嫖龙芯电池的专利啊！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得逞。联姻应该不可能了。韩总，你还没见过我姐夫吧？这是向峰，我姐夫。姐夫，姐夫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说辞。你好，我是向峰，蒋山的老公。小子，整个海城还没有人敢结我韩东旭的婚，你好胆量啊！和我比力气。多谢夸奖。
我松手！珊珊，你的人弄伤我了，你不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吗？韩总，我刚刚只看到了你们友好的握手。好得很。那我们联姻的事又怎么说？韩总，如果你是为了龙芯电池来的，可以和其他家公司公平竞标；如果你是为了我而来，那么抱歉，我已经有老公。龙芯电池是什么东西？那是我们蒋氏集团即将推出的新产品。龙芯电池的能量密度是常规电池的5倍以上，一旦上市，将彻底改写整个世界的能源市场。好，龙芯电池的事情我们之后再说。但我追了你3年，你现在就为了这么个男人拒绝我？你过来，我好好跟你说说。你想干什么？滚开！我要是不滚呢？珊珊，你也知道我韩东迅的能量，想要吃掉蒋氏不是不可能。现在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是选我还是选他？韩总，这就是我的选择。蒋珊，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你现在老老实实跟我走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你现在老老实实跟我走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来啊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对我姐不客气。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这么嚣张，当街就要动手？这点小场面就吓傻了？不用我动手也好，正好可以看看跆拳道黑带是什么事。还愣着干什么？动手啊！好。韩东旭，我姐不可能看上你，龙芯电池也不可能卖给你，死了这条心吧。好，你们给我等着！这就是黑带的实力吗？当真恐怖如此。先回家吧。看你找的一帮废物，去把茶差叫来，晚上我要让他们好看。好的，韩总。姐，不然晚宴就别去了，我怕韩东旭不会善罢甘休。这次晚宴韩东旭邀请了跟蒋氏合作的所有供应商，我必须去护盘，不然龙芯电池没法按照原定时间生产上市。你留在家里吧，有向先生保护，我应该够了。指望他保护你，还不如指望韩东旭良心发现。小童，其实向先生还是很好。快帮我解开！你刚刚说他很有什么？很有趣。先生，抱歉，衣冠不整不能入内。我衣冠不整，我穿的难道不是西装吗？但您没系领带。不是告诉你要系领带了吗？我哪会系那玩意儿？没看我差点被勒死吗？不能碰我一下。幸亏我来了，不然他一个连门都进不去的保镖，怎么保护你？向先生，不然你先去车里等我们吧。没事，你们先进去，我有别的办法。我就不信你还能别条领带出来。姐，我们走。蒋小姐，恭喜啊！恭喜！您就别瞒着了，韩总收购蒋氏集团的事儿早就人尽皆知了。这次宴会不就是为了宣布这件事吗？韩东旭收购蒋氏集团，谁跟你们说的？我们都得到消息了啊！今晚不就是你们的签约晚宴吗？诸位，我没有同意收购的事，也绝对不会卖掉蒋氏集团。这么热闹，向先生，你不是不会系领带吗？脚鸡尿尿各有各的道。这个比喻好恶心。韩总到，诸位实在不好意思，临时有事来迟了几分钟，一会儿我自罚3杯。来者不善。韩总，怎么能让您自罚呢？这不是折煞我们吗？就是啊，能被您邀请参加晚宴，那是我们的荣幸。等一会儿算什么？韩总，如果今天的晚宴是为了收购我们蒋氏集团的话，我们就先告辞了。别急着走啊，
收购的事可以暂时搁置，今晚就当我请大家放松一下。在生意上我可以适当让步，这里这么多人看着，你们总得给我点面子。又是你，你干了，我随意。你干什么？这就不干净。不干净？以前就听说韩总喜欢对漂亮姑娘下手，看来传言也不是空穴来风。好你个王八蛋，竟然敢在酒里下药！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说我下药，有什么证据？小子，之前的账我还没来得及跟你算，现在算也来得及。查菜，给我打断他的四肢！从我胯下钻过去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哼，我看谁敢动他！躲我后面。田毅，放心吧，姐，我可是跆拳道黑带。那你小心点。我还以为你有多大本事，原来是一个只会躲在女人身后的废物。收着点，别耽误了我晚上的好事。彤彤，你怎么样？我还没看到要害，对女人下这么重的手，还真是个畜生。忘了告诉你们，查差可是南亚的地下拳王。小子，我看这次还有谁能帮你？怪不得查猜这个名字听着这么耳熟，原来是南亚地下拳赛百连胜的拳王。小子，赶紧跪下给韩总磕2个响头，说不定韩总能放你一马。哎，倒也不是不行。你想好了吗？是死还是跪？别冲动，彤彤连那个拳王的一招都接不下，你应该也不是他的对手。你赶紧跑吧，丢人总比丢命强。我可是保镖，有危险我先跑，这传出去我还怎么混？面子重要还是命重要？那个查查打死你和打死一只鸡没什么区别。上峰，千万别冲动。韩东旭，你要怎么样才能放我们离开？只要你们把酒喝了，我可以考虑放你们一马。别喝！你能不能别逞强了？向峰，你走吧，我们不想连累你。现在可以放我们走了吧？哈哈哈，我考虑清楚了，今天你们一个都走不了。韩东旭，你不讲信用！向峰，快带着小童跑！真不用跑，放心交给我吧。你个傻子，你会没命的！就算你真跪下求饶，我也不可能放过你。查差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就这点力道，也配叫拳王啊？去死吧！就死在这！垃圾！真是废物！白花这么多钱养你，今天的事没完，我们走着瞧！还有你们，从今天起，谁敢和蒋家合作，就是跟我韩东旭为敌！我们肯定与韩总马首是瞻。都听韩总，不能动他。韩东旭是海城地下皇帝韩毅的独子。小子，整个海城还没人敢动我一根汗毛！你爸就是真皇帝，今天你也得爬着出去。别冲动，传闻通缉榜中有一半都是韩毅养的死士，那些可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凶徒，你千万别乱来。向峰，算了。姐，你怎么了？是要起作用了，小子，只要你不坏我的好事，我可以给你一大笔钱。趴稳了。这张卡里有100万，只要你把他们留下。别动，断了，给我爸打电话。好慢啊，确实有点舒服。他连韩东旭都敢打，这下真要出大事了。快走，不然韩毅肯定会迁怒我们。好热，好热，向峰，我好热，我也好热。哎，别，心静自然凉，深呼吸，马上就到了。师傅再开快点啊！嘿嘿，好嘞，马上就到。我要去的是医院，你丫给我送哪儿来了？你要是敢碰我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我最烦别人威胁我，那就先从你开始。你先冷静冷静，我去看看你姐。向峰，你竟然敢这么对我！我要杀了你！你接受啊，接受！
别撕吧，我自己脱。我儿子被打成这样，你怎么什么事儿都没有？韩爷，差点就不是那个人的对手，我也没办法呀。韩爷，求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吧，韩爷。韩爷，要不要我带人？攻击榜前10的狠人，在短短几天内全死光了。最近做事还是要低调点。我要让蒋家姐妹主动把人和龙芯电池送到我手上。夏先生，昨晚的事我们就当没发生过。小童，你怎么搞得这么狼狈？小峰呢？我们杀了他！你这是恩将仇报，我那是为了帮你解毒。你个变态，怎么不穿衣服？你先穿好衣服。昨晚你们……喂，你说什么？我马上回公司。出什么事了？几乎所有的合作方都要和我们解约。什么？我没那么多时间浪费在这儿，解约的事儿就这么定了。方总，你们再等等，蒋总马上就回来了。诸位有什么诉求都可以商量，何必闹得这么不愉快？蒋总，我们也有难处，解约我们顶多就是损失点钱，不解约那没的可是命。没命？方总是不是太夸张了？韩东旭都被你的人打瘫痪了，还有什么夸张的？韩爷亲自出来放话，要你把人交出去。总之，你们麻烦大了。蒋小姐，韩爷就韩东旭一个儿子，你还是尽快想办法平息韩爷的怒火，不然蒋氏恐怕很难在海城立足了。我真没用力，是他身体太虚了。要不我去跟那个韩爷谈谈？谈？不把你砍成臊子都算韩爷良心发现。马上订一张出国的机票，哪里都可以，越快越好。好的，蒋总。这非走不可吗？韩毅可是杀人不眨眼的角色，别墨迹了，不然来不及了。要不是为了保护我们，你也不会得罪韩毅。韩东旭那个王八蛋瘫痪，真是大快人心，也算是出了口恶气。现在只能提前公布龙芯电池造势，希望能借发布会找到新的合作方。知道韩家在哪儿吗？当然了，整个海城没人不知道韩家。不去机场了，去韩家。可蒋总的命令是让我送您去机场。这好像是韩家的车，有点意思。听我的，掉头吧。连主子都保护不好，养你这种狗有什么用？韩爷，打累了吧？我帮您按按肩。韩爷，向风想跑，我派人在去机场的路上把他拦回去了。以为懂点拳脚就是主角了，真是天真。等拿到龙芯电池，我要把它剁碎了喂狗。怎么停了？韩东旭要是有你一半扛揍，也不至于瘫痪。敢在韩爷面前造次，找死！够了，向风，你不在蒋氏多好，竟然还敢出现在我面前。听说你这个地下皇帝在找我，我就自己来了。哼，有点胆色，可惜有胆无谋。小子，我早就知道你会来，敢动我儿子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想死都是奢望。我也会让你知道，在实力面前，一切阴谋都是徒劳的。匕首淬毒，够狠。小哥哥，要不我们好好谈谈？毕竟是你先把韩爷儿子废掉的。善用匕首和毒，你是通缉榜第11的血狐。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不重要，但你运气是真不错，正好排在第11位。你什么意思？跟他废什么话？来人！
既然抓不到活的，那就生死勿论。今日就拜托各位兄弟了。韩爷放心，就算他是通缉榜第1的王者，今天也得死在这儿。小子，我承认你有些实力，但终究要死于狂妄自大。别伤到他的脸，我要做个新面具。那就先砸断他的四肢好了。通缉榜第17的面具，第25的狂徒，第31的汉族，还真是凑了半个通缉榜。知道的还不少，上，弄死他！放过我！只要你饶我一命，我愿奉你为主。奉我为主，凭也配。主人，我会的可多呢。几分钟后，你就会化作一滩血水。杀了我你也活不了，只要你放了我，我就给你解药。你觉得我需要解药吗？你，韩爷，如您所料，蒋氏突然传出消息，要在今日举行发布会，动作倒是挺快。记者打点好了吗？都打点好了。2个小丫头想跟我斗还是嫩了了。在海城，我韩毅想要的东西就没有得不到的。这么多人对付一个要这么久吗？你下去看看。磨蹭什么？开门！这次发布会虽然很仓促，但绝对不会让大家失望。下面为大家隆重介绍我们蒋氏集团即将推出的新产品——龙芯电池。蒋总，一块电池而已，为什么要如此匆忙的召开发布会？龙芯电池并不是普通的电池，它的能量密度是传统电池的500倍以上。你说的可是真的？500倍，这何止是跨时代啊，直接改写了能源市场。如果是真的话，蒋氏集团要起飞了。听说方总裁刚和蒋氏解约，这下肠子要悔青喽。现在已经到了龙芯电池正式量产的最后阶段。最后阶段，也就是说，龙芯电池至今为止还没有实物，对吗？研究部已经做出样品了，但是还在测试。不能拿来发布会现场做展示。既然有样品，为什么不能展示？难道是有什么安全隐患吗？你是哪家的记者？故意挑事儿是吧？如果龙芯电池没有安全隐患，那为什么连样品都不肯拿出来？还是说龙芯电池只是一个骗局？样品之所以没有带到发布会现场，是因为龙芯电池在做一项非常重要的测试，大家稍安勿躁，实物很快就跟大家见面。蒋总，样品都没有，你光拿一张照片来开发布会，不合适吧？难道这龙芯电池是个骗投资的噱头？我看8、9不离十，连实物都没有就敢开发布会，那我明天也开个发布会，就说我研究出微型核电池。韩爷，我得到您的消息，可是第一时间就和蒋氏解约了，我就是来凑个热闹。龙芯电池是真的，我可以证明。蒋总，早上解约是我唐突了，我们再谈谈更有深度的合作怎么样？方总，我们没什么好谈的，我们就是把龙芯电池扔水沟里，也不跟你这种没诚信的人合作。只要您开口，我现在就和蒋氏集团绑定战略合作关系。蒋总跟我谈吧，只要能拿到龙芯电池的独家代理权，什么要求我都答应。我可以走了吗？当然，既然答应放你一马，我自然不会食言。你们想干嘛？我不是随便的人。向风，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难道韩义不杀生了，改信佛了？很简单，就8个字：动之以情，晓之以理。还有别的节目吗？没有的话就安心上路吧。你不能杀我。蒋氏开发布会上，所有人都会认为龙芯电池是蒋氏的骗局，只有我出面，蒋家才能活下去。厉害，走一步看10步，有时间去做个亲子鉴定吧。你这么聪明，你儿子可不随你。碰到你我认栽，我可以在发布会上公开承认龙芯电池。这样，向先生满意了吗？行，那我就让你多活几天。不说算，向风，谢谢。要不是你，蒋氏恐怕很难度过这关了。也不见得，你们把我交给韩义也能度过这关。你把我们当什么人了？开个玩笑。看在你这次干得不错的份上，就不跟你计较了。韩爷，这小子太嚣张了，要不要我去联系杀手？好好开你的车。是。范七先生，听说贵集团对龙芯电池感兴趣，我们可以合作。蒋氏研发部有我的人，杀一个向风还用我亲自动手？韩爷说的是。好啊！大家放心，我会跟蒋总申请一笔丰厚的奖金，绝对不会亏待大家。小齐，通知蒋总了吗？通知了，老师。蒋总这会儿应该快到了。你去门口等一下蒋总。好的，老师，我这就去。小山，我正要去接你。小山、小童来得正好，
龙芯电池的最后一次测试成功了，可以开始量产了。刘叔，要不是你愿意接手这个项目，龙芯电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研发成功。我父亲的心血终于没有白费。好在我没有让你父亲失望，终于把最后阶段完成了，也算了却了他的遗愿。这位是？他是我姐夫。姐夫？齐博士喜欢蒋总，整个研发部谁不知道？没想到被人捷足先登了。小点声，没看见齐博士的脸色都不对了吗？小山，什么时候谈的朋友？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呀，连你刘叔都瞒。向峰，这是刘院士，龙芯电池的项目负责人，也是我父亲生前最好的朋友。你好，刘院士。刘叔，向峰救过我很多次，而且要是没有他，龙芯电池恐怕已经不属于蒋氏了，所以您得认他。你这孩子，迎春，最近你就跟在蒋总身边。小山，龙芯电池后续的事就让迎春跟进吧。小山，你放心，我会尽全力帮你的。好的，刘叔。迎春可是我亲手带出来的博士生，能力不俗，希望你们能够好好合作。放心吧，老师，我会照顾好小山的。那我先去休息了。喂，我姐有我姐夫照顾，你做好你的工作就行了。小童，你姐还没结婚，叫姐夫不太合适吧？哎，我觉得挺合适，多叫几声，我爱听。姐夫啊，姐夫啊，姐夫啊！小童，别闹了。齐博士，你先换身衣服，我们去会议室等你。我们先走吧。你是谁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刘院士，我是韩毅，想来跟你谈个合作。听说龙芯电池已经研发完成了，我想买你的样品。商业上的事儿，你得去跟蒋总谈，我只负责研发。刘院士，别跟我说你来蒋氏不是为了钱，蒋氏的研发费用你摊了多少，不用我帮你回忆吧？给我滚出去，不然我叫保安了。对了，刘院士，你那个上小学的孙女这会儿也该放学了吧？你什么意思？尽快把样品给我，不然下次你孙女去的就不是游乐园了。一条生产线就要30亿，齐博士，这个价格是不是有些太高了？30亿啊！这已经是我谈过很多次的结果了，再少的话，恐怕安总那边不会答应。难道他说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吗？整个海城只有安总的公司有能力承接这种规模的生产线，不过也不是没有机会。我今天约了他们见面，但只有我一个人，恐怕显得不够重视。要不让向先生跟我一起去？还有我的事儿呢。我去合适吗？合适，顺便帮我盯着他。行，我这人最会谈判了。那我们先去见齐总吧。这齐永春看起来老实，实际上一肚子坏水。向峰会不会被欺负啊？你这么关心向峰，该不会是喜欢上他了吧？哼，明明是你喜欢他。那天晚上你叫的那么大声，我在卫生间都听见。吃软饭的感觉怎么样？还不错，养胃。我劝你最好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念头。蒋氏不是你这种人能染指的，人要知进退，不然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我还以为你是舔狗，原来是看中蒋氏集团了。如果你识相的话，等我掌控蒋氏集团，可以给你个保安的职位。那真谢谢你了。只是你这长相，想吃绝户有点困难。我感觉我的机会更大点。你说我是娶姐姐好呢，还是娶妹妹好呢？咱们走着瞧，看谁能笑到最后。这里不让睡觉。实在不好意思，齐老弟，我临时参加个会议，让你久等了。没事没事，这位是他是蒋总给我派的司机。司机？我和齐博士谈的事儿都是商业机密，司机在这不方便吧？行，那我去外面等，你们聊。齐老弟，是不是蒋山那个小娘们不信任你，还专门派个司机监视你？是我特意让他跟来的，这样到时候生产线出什么问题，也好有人背锅。高，实在是高。要不说做生意还得是你们读书人，心都是黑的。安总不会夸人就别硬夸了，瞧我这张嘴。按照之前说好的，一条生产线30亿，我要一半。哈哈，没问题，保准1分都不会少您的。只是这生产线的质量恐怕……放心，龙芯电池有无数双眼睛盯着，蒋山想顺利量产那是做梦。这条生产线只是摆设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把人叫进来，当着他的面前对，差点忘了。那个司机进来一下。
这么快就谈完了？你一个司机问那么多干什么？老老实实等着。这个机会让给你，这样蒋山也能高看你一眼。别装了，你能看懂什么啊？赶紧签字！你疯了！痛！松手！是你的手机吗？你就抢？愣着干什么？要人！小子，赶紧把录音删了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从我进来开始，你好像就没客气过。这他妈是你自找的！给我撤，把手机抢来！龙芯电池的生产线，整个海城除了我，没人能做。你要敢动我，我就终止和蒋氏的合作。按照之前说好的，一条生产线30亿，我要一半。没问题，保准1分都不会少您的。只是这生产线的质量恐怕……放心，龙芯电池有无数双眼睛盯着，蒋山想顺利量产那是做梦。这条生产线只是摆设。30亿你自己就分一半，真够黑的。向风，你把录音删了，今天的事儿我们就当做没发生过。钱我也可以分你一份。真要分我一份？对，都是兄弟，有钱大家一起赚。谁跟你是兄弟？大哥，谁是你大哥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一条龙芯电池的生产线要多少钱？15个亿，10个亿，只要10个亿，保质保量，我1分不赚。好兄弟，去拟合同吧。哎，我这就去。真是天真，就算生产线建出来又有什么用？龙芯电池根本不可能量产。难道龙芯电池是假的？就因为它是真的，才不可能量产。那些能源巨头绝对不会允许自己的垄断地位被打破。向风，别以为你懂点拳脚就了不起，在那些大人物眼里，你这种无名小卒什么都不是。原来这东西这么重要，怪不得师傅非要让我留在蒋家。别再狗叫了，叫的人心烦。你不会跟我玩什么合同陷阱吧？绝对没有，我发誓，有一点问题，你杀了我都行。齐博士，还跟我回去吗？你肯定会后悔的。想让我后悔的人太多了，但是至今为止还没人能做到。那我就跟蒋总说你辞职了，有缘再见。您慢走。请进。幸不辱命。你怎么自己回来了？齐迎春呢？他说他身体不舒服，让我帮他辞职。辞职就辞职吧。怎么，合同有问题？我回去找他。合同没问题，但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居然从30亿降到10个亿？简单，我不让他把钱分我一半就行。齐迎春这个吃里扒外的畜生，我知道他贪，没想到窝口这么大，别让我再看到他。生产线的事既然敲定了，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做？齐迎春跟我说，龙芯电池影响了很多人的利益，有人不想让他面试。没错，我也一直怀疑我父母的死不是意外。向风，如果我出了什么事，请你一定要保护好小童。有我在，你们都不会有事。谁？刘院士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还在这儿？我有一份数据找不到了，回来看看是不是落在这儿了。这样啊，用不用我帮你把灯打开？算了，应该没在这儿，我回办公室再找找。韩义军，龙芯电池样品呢？传奇先生别急，应该快到了。刘院士，东西带出来了吗？快拿出来！先出去。你先出去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拿出来！你要把龙芯电池卖给东洋人？我把它卖给谁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东西放下，我会再给你一笔钱。你就是给我再多钱，我也不可能让东洋鬼子得到龙芯电池。杀了他！叶旭，必须把样本抢回来。是。少山，快想办法救我，不然龙芯电池的样品就被东洋人抢走了。老东西，你在跑啊！小兄弟，这东西真的不能给东洋人，不然我就成华国罪人了。你成罪人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把东西留下，
韩爷说不定能留你一命。我就是死也不可能把他。谁？出来！还是来晚了。后席算什么好汉？有本事与我公平对决！这就是你所谓的公平对决？愚蠢的华国人，去死吧！在你身后！别杀我！我投降！这东西用起来也没什么难的。干什么？慌慌张张的，东西呢？死了！死了！我问你东西呢？带回来没有？没有，东西被人拿走了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韩义军，龙芯电池我没拿到，还损失了一名优秀的武士，你应该给我一个解释。川崎先生，我肯定帮您把龙芯电池拿到手。我在讲师还有张底牌，只是能不能先帮我除掉向风？我们说好的，你拿到龙芯电池我才能帮你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今晚杀了你手下的就是那个向风。我只关心结果，如果你没有那个能力，我会用我的方法得到龙芯电池。我当然有这个能力，您放心。变通的蠢货！好你个齐迎春，竟敢不接我电话，把海城绝地三尺也要把齐迎春给我揪出来！怎么样？你没受伤吧？我没事，但刘院士死了。他们怎么敢？如果当初我放弃继续研发，是不是就……他们越疯狂，越说明你的选择是对的。可我怕。别怕，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他们伤害到你和小童。韩爷，求你饶了我吧！我让你们把齐博士请过来，怎么搞成这样子？怎么办事的？不过齐博士，我怎么感觉你在躲着我？没有，我怎么可能躲着您？我让你去把龙芯电池的样品带给我，你说你没权限，让我去找你老师，结果那个老东西让我丢尽了脸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两个合伙给我下套呢。韩爷，我真的不知道那个老东西发什么神经，而且我已经被讲师开除了，我现在真的没法帮你，要不我把钱都退给你。退钱？我的钱是你说拿就拿，说退就退的吗？你们两个把他沉进江里喂鱼。韩爷，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能帮你得到龙芯电池。我的耐心是有限的，我只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谢谢韩爷，谢谢韩爷。说说吧，你还有什么办法？蒋山最在意的人就是他妹妹蒋彤，只要我们把蒋彤……你当向风是摆设？如果你的办法就是这个，那你还是去死吧！不，我说的不是绑架。我有个表弟，长得和明星一样，很帅气，可以让他去接近蒋彤。你怎么没陪着我姐？你姐说你今天要出去，让我陪着你。姐夫，你那么厉害，能不能教我几手绝招？一会儿我跟朋友切磋的时候显摆显摆。教不了。小气。不是我小气，我会的都是杀人技，不适合用来切磋。彤彤，你怎么才来啊？我们都等你好久了。这就是表哥说的那个女人，前凸后翘，确实这个级别。怎么还有其他人？我这不是找个高手来指导一下我们吗？他叫吴凡，黑带9段的高手，一般人想请都请不到。9段？这么厉害？对啊，你快去换衣服吧，别让人等太久。你是司机吧？出去等吧。我不是司机。哎呦，不好意思，那你是？我是保镖。
保镖和司机有什么区别？别在这碍事儿，赶紧出去。保镖，蒋彤慕强，正好可以让蒋彤看看我的实力。不行，你个臭保镖还来劲儿了是吧？算了，小玲，让他留下吧。场地这么大，不会碍事的。好吧，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，不准发出声音影响我们。练跆拳道还得在无声环境，有声音会走火入魔吗？那倒不会，但是有外界干扰会影响我的教学。你要是想学，我也可以指导你一下。吴老师教学1小时的价格都够你1个月工资了，还不赶紧谢谢吴老师？算了，我不会跆拳道。聊什么呢？彤彤，你从哪儿找的保镖？吴老师说想指点他一下，他还不愿意，真是不识好歹。你要指点他？他不是你的保镖吗？只要能从我这儿学会点皮毛，你的安全会更有保障。彤彤，要我说，你还是把他辞了吧。等吴老师指导完我们，到底是他保护你，还是你保护他，都不一定呢。我保护他那也是我乐意，关你什么事儿？还练不练？不练我走了。别呀，我好不容易才请到吴老师。蒋小姐，让我看看你有几斤几两。蒋小姐，保养的真好。少废话。有点意思，等回去和蒋三试试。太强了！吴老师不愧是黑带9段的高手。姐夫，你说句话。放开他！少废话！我这是正常教学，现在你给我滚出去！我也没感觉他多厉害，为什么没打过？你打不过他很正常，他劲儿比你大。你个保镖懂什么？吴老师明明是用技巧打赢的。任何技巧在力量面前都不值一提，除非力量还不够大。既然你这么自信，不如我们来过2招。哼，刚刚说的那么厉害，真动起手，该不会是不敢了吧？去揍他，把他刚刚碰我的那只手折了。来吧，只要你能让我动一下，就算我输。来啊，继续。吴老师，别给他留面子，狠狠修理他！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技巧没用。哼，你的吴老师很一般嘛。好强！如果把我举起来，来啊，把劲儿都用在我身上。我们走。小童别走呀，等等我。表哥，我也想吃这口软饭，可人家没看上我啊。你再找别人吧，钱我给你退回去。真是废物，这么好的机会都把握不住，绝对不能让韩毅知道计划的第一步就失败了，不然他肯定杀了我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韩爷，计划成功了。对，我现在去见你。为什么都要逼我？我只是想赚钱，你们为什么都要逼我？那就一起死吧！川崎先生，这次的计划万无一失，这次我们不要什么样品了，整个蒋氏集团都是我们的。韩义军，希望这次你不会让我失望。当然了，计划的第一步已经成功了。怎么这么慢？过来，跟川崎先生讲讲你的计划。好。你又敢骗我？这就是你的计划，还真是让我大开眼界。川崎先生，这是个意外。蒋彤到底上没上钩？你杀了我吧！废物，真是废物！我怎么会跟你这种废物合作？够了，我们的合作到此为止。川崎先生，韩义军，你已经戏耍我2次了，我不希望再有下次。川崎先生，只要你肯帮我除掉向风，龙芯电池我分分钟就能拿到手，哪用得着这么麻烦？通缉榜前10都是死于向风之手，杀了他，你知道我要付出多少代价吗？什么？是他干的？拿不到龙芯电池，东洋总公司的那些董事不会派真正的高手来的。华国强者如云，
我东洋的高手每次来华国都要冒极大风险。龙芯电池的研发，我全程参与其中，除了我老师，没人比我更了解龙芯电池。你参与了研发？只要给我些时间，我完全能复刻一个全新的龙芯电池。戚博士，您是优秀的人才，我会亲自帮你组建最优秀的研发团队。我有个条件。你还敢有条件？信不信我现在就弄死你？你说，我一定会尽量满足。我为蒋氏贡献了那么多，蒋家姐妹竟然敢把我一脚踢开！我要整个蒋氏，我要让她们姐妹跪在我面前求我！只要我们的新电池研发出来，蒋氏和蒋氏姐妹都是你的。传奇先生，向风，只要我能让集团得到龙芯电池，我会让他知道我们东洋的刀有多快。你真要跟我学？我不贪心，一招就行。来吧，用你最厉害的招式。速度太慢，下肢也不稳。你这核心太差了，我怕没伤到人，先把自己伤了。要不算了吧。向风，你要是不教我，我就让我姐扣你工资。我突然想起来有一招特别适合你。真的？快教我。有假人吗？这招一出，非死即残。有。来吧。这招轻易不要用，有伤天和。向风，你敢耍我？就是蒋氏工厂被讨薪的堵了，已经影响生产线施工了，而且蒋总也被工人围住了。我马上过去。今天必须给我们赔偿，不然别想走，不然蒋氏破产了，我们1分钱拿不到。各位工友，工厂是在做产线升级，大家只是暂时带薪休假，不要在这里闹事影响施工。什么升级？我看就是要把工厂里的老设备拆完卖掉，大家别信，他就是想拖着我们，不想给我们赔偿。你们讲不讲道理？蒋总让你们带薪休假还来闹事儿，资本家心都是黑的，他哪有那么好心？他就是不想给我们赔偿金。大家别激动，蒋总说的都是真的，我就是来改造生产线的。你们这样堵着我们没法施工啊！施工用得着停产吗？你可别骗我们。就是升级也不用把所有的产线都停了。蒋总，你这么干我们心里没底啊！大家好好想想，蒋氏什么时候拖欠过你们1分钱工资？蒋总，反正你也不缺这点钱，要不你就把我们这些人的赔偿金付了吧。我们这些人都在蒋氏干了10几年，赔偿金也就几十万。但对你们这些大老板来说不值一提，不想干的可以申请辞职。蒋氏又没有辞退你们，凭什么要付赔偿金？大家看到没有？蒋氏就是不想赔偿，不给钱就不能走，必须给钱，必须给钱。这10几个工人就算全辞了，对蒋氏也没什么影响吧？这才只是开始，只要今天这10几个工人把事儿办成了，明天就是几百工人来堵门，后天就是几千人。蒋珊这小丫头想跟我斗还嫩了点，还是韩爷你有办法？蒋总，要不把他们辞了算了。蒋氏也不缺这10几个工人，蒋氏几千号工人，这10几个人的给，你敢保证其他人不会有样学样？到时候就算生产线建好，我去哪儿找工人？到底给不给？不给我们就进去搬东西。对，这厂子也有我们一份。抢劫可是重罪，你们想清楚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？你怎么来了？不放心你。打人了！大家看看啊，蒋氏不给赔偿还打人，这种黑心企业就应该让所有人都知道。我们给这种黑心企业当牛做马那么多年，现在不光不给赔偿，还殴打我们，简直无法无天。行了，别演了。你说我打你了？这么多人看着呢，你还想不承认？谁看到了？我看到了。谁看到了？你竟然还敢打人！谁看到我打人了？你看到了？还是你看到了？我没看到。向兄弟还是这么简单粗暴，打得好啊，打得越狠越好。四肢发达，头脑简单。谁要想用武力解决问题，也可以来试试。今天你就算打死我，我也不走。对，不给赔偿不走，有本事你就打死我们。我是不可能给你们1分钱的。你们如果真不想干了，可以辞职。好啊，你的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，你就是想逼我们辞职。蒋氏根本没有卖厂的打算，而且我也没有拖欠过你们1分钱工资，我问心无愧。说的比唱的都好听，大家都别信。你们讲不讲道理？你们这是打定主意要胡搅蛮缠了？
要么你就拿钱解决，要么你就让他打死我。你跟他们讲道理没用，这2个人明显是被人收买来搞事的。谁被人收买了？你这是诬陷！是不是诬陷你们自己清楚，这么卖力收了不少钱吧？你倒是你们既丢了工作，又没拿到好处，才是真可怜。怪不得你俩昨天一起换新车，原来是收人钱了。我那是自己赚钱买的，你那点工资能买得起那么好的车？原来是拿我们当枪使呢。我们一家可都指望我的工作活着呢。你俩真他妈不是人！大家千万别信他的，他就是在挑拨离间。我们一定要团结。团结？要不你把你的收的钱给他们分分？凭什么？那是给我的钱。别急着走啊，他的不给分，你的那份呢？别冲动，大家别冲动。2个畜生，真是2个废物。够了，这个视频足够让蒋山焦头烂额了。没错，蒋氏殴打讨薪工人，你觉得这个标题怎么样？如果蒋氏深陷舆论中，蒋山就只能推迟量产，不然肯定会影响龙芯电池的口碑。读书人的脑子果然好用。干什么呢？齐迎春能复制出一个新的龙芯电池吗？龙芯电池的主体设计是我爸亲手完成的，后续测试是刘院士亲自把控的，齐迎春接触不到核心机密。那就奇怪了，齐迎春怎么会和韩毅在一起？蒋总，我们也是被骗了，您不会开除我们吧？是啊，蒋总，你要开除就开除他们俩，下不为例。可惜啊，蒋总本来要给你们加薪的，现在你们这么一闹，没了。就因为你们2个，大家的加薪没有了，赔钱。你们收了多少好处？赶紧拿出来，不然别怪我们不客气。加薪？蒋总没说过要加薪啊！别管有没有加薪这回事儿，来闹事的这些人都惨了。所有工人只会以为加薪是被他们搞黄的。哼，活该！这些人看到有好处就来闹事，不严肃处理，以后我还怎么管理？本来我还想秋后算账，看来不用我了。向兄弟的手段够狠。齐博士，这些人是东洋最顶级的人才，实验室里的设备也都是全世界最顶级的，你还满意吗？满意，满意。那就好，希望你也能让我满意。当然，您放心，只要给我一些时间，我肯定能研发成功。1个月，你只有1个月的时间。一个月？1个月已经不少了。如果不能在蒋氏之前发布，就算复制出来也没用了。拜托了。不对，为什么又不对？齐博士，我们已经浪费很长时间了。闭嘴，都滚出去！光凭我偷偷记的这些零散数据，想要做出完整的龙芯电池，没有半年时间根本不可能。都怪那个老东西。小齐，龙芯部电池的关键数据还不能开放给你。老师，这件事不要再提了。龙芯电池事关重大，在完成最后一步之前，这些数据不能泄露给任何人。出去吧。只能先做个和龙芯电池相似的残次品，等我得到蒋氏，再用龙芯电池替换掉这个残次品，这样就没人能发现。你为什么这么喜欢看报纸啊？我师父说，报纸是了解外界信息最好的渠道，多看报纸长见识。有时候我真怀疑你是不是从上个世纪穿越来的。蒋总，快看新闻！联系这家媒体，让他们把视频下架，不然就让法务部以诽谤的名义起诉他们。蒋总，这个视频传播的速度非常快，就算这家媒体下架也没用，已经压不住了。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。这是有人在故意抹黑，通知公关部开紧急会议。好的，蒋总。吴经理，你如果没有能力领导公关部，那就换个人来做。蒋总，这个视频几十家媒体同时发布，我们也没办法呀。这明显是有人在背后恶意推动。我想听的是解决方案，不是没办法。办法倒是有，而且很快就能解决。别卖关子，赶紧说。跟动手的员工进行分割，您再亲自去医院慰问一下2名被打的工人，甚至可以私下给他们一笔钱，这样不仅能解决舆论问题，还能做一次正面宣传。你的意思是，别人恶意诋毁我们，我们还要妥协？如果这就是你的方案，那你现在就可以去写辞职信了。蒋总，他就是一个保镖而已，辞了就辞了，重新招就是了，没必要为了他影响整个蒋氏的利益。说完了吗？
幕后推手的目的就是为了拖住我们。现在只有快刀斩乱麻才是最优解，不然龙芯电池的量产计划只能延后。我这也是为了蒋氏考虑。够了，去人事部办离职吧，你被开除了。谁能解决这次舆论危机，谁就是新的公关部经理。要不让我试试？你认真的？抱着不白看，我真有办法。把我们害成这样，蒋氏就应该倒闭。你说蒋氏会不会来找我们？我们说不定还能拿到一笔钱。不给我100万，这事儿没完。对，必须得100万。这次我们直接买房。100万有点少，要不给你们200万吧？你想干什么？我警告你别乱来啊！这里可是医院。我给你们送钱来了。真是给我们的？这还有假？这都是给我们的，发了，这次真的发了。当然是给你们的。什么条件？我记得你们刚刚买了新车是吧？那车，我知道有人指使你们去工厂闹事，也没打算追究。我的意思是，除了这笔钱，我还会送你们2辆豪车。你还没说你的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就是代表蒋氏来慰问你们一下。车和钱都给你们了，那我就走了。你们好好养伤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想干什么？想那么多干什么？有了这笔钱，我们哪里去不得？晚上我们去把钱存上，然后直接离开海城，省得他们反悔。你真的把钱和车都给他们了？万一他们不要怎么办？他们既然敢要韩毅的好处，就肯定敢要我们的。在他们眼里，蒋氏可比韩毅好欺负。如果他们拿着钱躲在医院不出来呢？放心吧，普通人突然得到一笔巨款，不把钱藏起来是睡不着觉的。快点把钱装起来！搞定，这样就行了。录得多就太刻意了。2个被欠薪的工人鬼鬼祟祟的拿着这么多钱，傻子也能看出门道了。你从哪儿学的？报纸上学的。自证清白是最愚蠢的做法，要用魔法打败魔法。那些给他们的钱，你是不是也有安排？总觉得你不会白白便宜他们。以韩毅的性格，看到这段视频之后会放过他们吗？你连韩毅都算计进去了。2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。韩爷，我们虽然收了钱，但真的什么都没帮他做啊！什么都没做，给你们200万，你他妈拿我当傻子啊？真的是真的，韩爷，我们什么都没做。你们的胆子真是够大，连我韩毅都敢骗，丢进海里喂鱼，真是恶心死了！哎，少爷，您怎么流口水了？不会是饿了吧？我去给您做饭。韩爷，您来的正好，少爷应该是饿了，我去给他做饭。儿子，爸很快就能给你报仇了，你放心，我肯定让那个向风比你惨1万倍。有没有可能，他想说自己被保姆虐待了？向风，上次放你一马，怎么还不长记性？活着不好吗？你把我唯一的儿子打成废人，还想让我当做什么都没发生吗？就算没有我，他出事也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。谁敢碰我儿子，我就让谁死！你还真把自己当皇帝了。在海城，谁不知道我韩毅？我韩毅就是海城的天，只要我还活一天，我就不会让你和蒋家那2个小贱人好过。你的那些小手段的确烦到我了，所以我不想让你活了。你以为我没想到你会来找我吗？想杀我？那咱们就一起上路。没想到你还有这种魄力。你以为我韩毅凭什么能拥有今天的一切？就是因为我够狠够拼，大不了我们一起死。你看起来也没有说的那么不怕死。我就不信你不怕死。我又赢了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专斩你这种恶人的冰封。你去哪儿了？怎么才回来？我去看望一个病人。病人严重吗？要不要帮忙联系医生？不用了，已经火化了。火化了？你今天的睡衣真白。白吗？向风，你没事吧？是不是受伤了？一定要成功，一定要成功！成了，终于成了！数据已经验证完了，马上开始制作样品。好的，齐博士。虽然和龙芯电池的能量密度相差不多，但安全性……好无聊啊，姐，我们去逛街吧。龙芯电池的生产线马上要建好了，现在正是关键时期，别乱跑了。韩毅父子不是家里失火被烧死了吗？应该没什么危险了。盯着我们的肯定不止韩毅一个人。小童，你再坚持一下，等龙芯电池正式量产开始交付，一切就尘埃落定了。好吧，进。蒋总，你可能需要看一下这个。
这怎么可能？怎么了？东阳能源集团要在明天发布大核电池，能量密度和龙息电池相等。什么大核电池？开玩笑的吧？没有，而且东阳能源集团的负责人还承诺会在发布会上当中展示样品。怎么会呢？难道东阳能源集团也一直在研发电池？可为什么大核电池的能量密度和龙芯电池这么相似？这个大核电池的研发人我们认识，是齐迎春。齐迎春上学的费用都是蒋氏出的，结果现在竟然拿着蒋氏的技术去帮东阳人，真是狼心狗肺。他怎么会有龙芯电池的核心数据？就算刘院士生前也只能看到一部分数据。齐迎春有可能复刻一个龙芯电池吗？没可能，没有核心数据不可能复刻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这大核电池是真是假，明天去发布会看看就知道了。珊珊、彤彤，好久不见。我们很熟吗？别叫的这么恶心。齐先生，我们确实不熟。好吧，希望今天过后你们还能这么硬气的跟我说话。齐迎春，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了？你个卖主求荣的白眼狼，只配给东阳人当狗。东阳能源集团可是跨国集团，总比待在蒋氏不受重视好吧？我为自己谋一个前程有什么错？谋前程是没错，但别忘了，你可是华国人。科学无国界，我这也是为了造福全人类。原来齐博士是心系世界的大圣人啊！你这种眼界低下的人懂什么？我们进去吧，不想听狗叫了。小凤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！安总，听说蒋氏龙芯电池的生产线是你承建的？是，那你可麻烦大了。这大核电池一出来，蒋氏的龙芯电池不可能有市场了。东阳能源集团的实力可不是蒋氏能抗衡的，根本不在一个量级。本以为蒋氏能凭借龙芯电池一飞冲天，谁成想跳出来一只拦路虎。蒋氏的龙芯电池不一定比大核电池差。这话你自己信吗？东阳能源做出来的东西会比蒋氏差？这怎么可能？谁说东阳人的东西就一定比我们强？蒋总，您可一定要赢啊，不然我……放心，不管这大核电池是真是假，龙芯电池都绝对不会输给对方。蒋总，自信是好事，但盲目自信可就是自大了。膝盖软就去坐轮椅，别出来丢人现眼。你是谁？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他好像就是之前打工人的那个保镖，就是他。蒋总，你的保镖这么不懂事吗？什么场合都敢乱说话？谁说他是保镖？他是蒋氏的公关经理，还是蒋氏的特约顾问。就他，强总，你还真会给他脸上贴金。川崎先生，贵公司的大核电池简直是惊为天人啊！这位是齐博士吧？大核电池的研发人竟然这么年轻，真是年少有为。齐博士这也算是为我们华国人争光了。哪里？承蒙川崎先生看得起我，肯给我机会，不然我也没机会研发出大核电池。齐博士还真是谦虚，不像某个保镖，竟然好意思挂一个特别顾问的头衔，真是可笑。够了，这里是大核电池的发布会，不是菜市场。这人看起来还挺有礼貌的。东阳人都是表面一套背后一套，东阳能源没少给蒋氏 ID 里使绊子。蒋总，大核电池虽然和龙芯电池有竞争关系，但还请多多指教。川崎先生，希望大核电池不会让我们失望。诸位，这就是东阳能源集团推出的最新产品——大核电池。这不是龙芯电池的最初版吗？齐迎春简直是疯了，这种东西都敢拿出来当样品展示。这东西有问题，只要稍微接受一点外力就会起火，很危险。他疯了！大核电池和龙芯电池不是竞争对手，我更希望可以和蒋氏合作，将两款产品的优点结合在一起，加快世界的能源发展。还得是川崎先生有格局，蒋总，川崎先生给的机会你可要把握住，不然蒋氏就只有破产一条路喽。你就这么看好这个大核电池？那是自然，东洋人的东西就是比华国的好。那第一排的位置让给你好了，不然我怕你看不清。算你懂事。既然蒋总没有合作的意愿，我也不会强求。下面的时间，大家可以随意观看样品。齐博士，你怎么出这么多汗？该不会你这电池……我这电池当然没问题，只是我有点热，我还以为你拿的是炸弹呢。你下手轻点儿！这电池结构很差吗？难不成还会被我敲坏？没准真的会被你敲坏，万一到时候砰的一下，你就得负全责。这位先生，大核电池的结构很稳定，请不要捣乱，不然我只好请你出去了。我们这就走，告辞。哼，胆小又无知。川崎先生都说了，大核电池的结构很稳定。
为什么会搞成这样？孙启义也居然被炸死了！他可是东阳能源的核心董事，没想到就这么死了。偷东西都偷不明白，死了活该。齐迎春倒是命大，这都没死。我们最好在东阳人之前找到齐迎春。找他干嘛？如果东阳能源让他污蔑龙芯电池和大和电池一样都是残次品，肯定会影响龙芯电池后续的发售计划。齐迎春为了保命，什么都干得出来。我现在就让人去找他。交给我吧，希望他还没离开海城。真是愚蠢！去找那个叫齐迎春的华国人，带他来见我。是。哥，要不我想办法送你离开海城吧？你一直躲在这儿也不是办法。再等等，现在所有人都在找我，我一出去肯定会被抓。你在蒋氏干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？当我没说。谁啊？干什么的？齐迎春，跟我们走。跟你们说话呢，干什么的？跟我们走，不然死！是你，齐迎春呢？你是他什么人？他是我表哥，你来晚了。他刚刚被2个东阳人带走了。还是晚了一步。喂，谢东健突然拜访蒋氏，你那边怎么样？动作够快的，齐迎春刚刚被带走了，我来晚了一步，先拖住他。您稍等，蒋总还在开会，马上就会来见您。不好意思，让您久等了。蒋总，这是东阳能源给出的2份方案，一份是收购蒋氏的，一份是买断龙芯电池所有权的。抱歉，川崎先生，不管是蒋氏还是龙芯电池，我都没有出售的打算。蒋总为什么不先看看再给答复？我们的价格很有诚意。跟价格无关。蒋总，我不是来跟你商量的，我是来通知你的。通知我？抱歉，强买强卖在华国不合法。蒋总，我要提醒你一下，齐迎春不仅参与大核电池的研发，也参与了龙芯电池的研发。只要他承认2种电池是一样的，蒋氏之前的所有努力都会付之东流。你在威胁我？我只是在说一个事实。蒋总也不想您父亲生前的努力白费吧？跟我们合作才是最好的办法，不然齐迎春马上就会出现在媒体面前。偷不成就请，你们东阳人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卑劣，我们没什么好谈的，请吧。好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你是在故意拖延时间？照着上面的念。大核电池、龙芯电池为同一种电池，都具有很严重的安全隐患。别杀我，我还有用，我可以。你折腾了这么久，最后却一无所有，后悔吗？我只后悔醒悟的太晚了。我为蒋氏付出了这么多，却连你一个保镖的地位都不如。蒋山那个贱人连多看我一眼都不愿意，我不服。没救了，你走吧。你竟然愿意放过我？齐迎春，下辈子别当狗了。卖国贼，人人得而诛之。杨总，海城的治安不太好，出门记得多带几个保镖。宫本先生，对不起，齐迎春死了。您的徒弟也是我的2个徒弟学艺不精，这不能怪你，但你太心急了。有您这位东阳第一剑道高手压阵，我也可以放开手脚了。华国隐藏高手如云，不要大意。是，您只需要帮我拦住一个叫向风的保镖，其余的交给我就好。龙芯电池的生产线已经组装完成，我们是去工厂验收最后一道工序，就可以正式开工了。太好了，终于不用憋在家里了。坐稳了，后面有车跟着我们。快点车！
人不在车里，往小路跑了。蒋总，只要你肯将龙芯电池的技术卖给我，我可以放过你们。你们从后面走，我拖住他们。你一定要小心。放心，比这大的场面我见多了。你就是向风，不愧是能解决通缉榜前10的高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接下来是不是就要招揽我了？没错，我们十分爱惜你这种人才，只要你肯加入我们东阳，条件随你提。你是个聪明人，应该知道怎么选择。条件真的随我提？当然，你们俩现在切腹自尽，我就同意。哼，既然你这么不识好歹，那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高手。宫本先生，这里交给你了。侥幸能躲过我这一刀又怎么样？你今天必死！你们东阳的高手也不经打呀！你不能杀我，我是东阳能源的董事。小风，你坚持住，我们去医院。不是让你们走吗？你怎么这么能逞能啊？打不开就会跑吗？我答应师父要保护好你们。你们这是？老实交代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以保镖身份潜入蒋家，和蒋家姐妹中的一人成婚。说，你要娶她还是娶我？小童，那天在酒店我们已经……那天只是意外，只要向风没选，我就还有机会。向风，你今天必须选我！不行，我是姐姐，先选我。